世運嘅運動舞蹈項目係分為標準同埋係拉丁組兩種。呢次韓國派出咗高手嚟到參賽，佢哋喺韓國係幾乎囊括咗所有舞蹈比賽嘅冠軍。跳住華爾茲嘅舞步喺舞池當中起舞，身形飄逸。標準舞真係堪稱地球上最優美嘅運動項目之一。呢場韓國運動舞蹈會長盃嘅比賽當中，標準舞組最受注目嘅就呢一組22歲嘅搭檔金偉仁同埋係李湘文。2007年到2008年就係曾經喺亞洲盃嘅業餘成人組裏邊勇奪2次嘅冠軍，今年已經係正式轉入係職業啦。同樣背負住國家爭光責任嘅係仲有呢一對拉丁舞組嘅拍檔金美善同埋金聖文，合作咗2年，幾乎係包辦咗韓國所有拉丁舞嘅賽事冠軍，係喺台灣參加亞洲盃，亦都係第2名嘅好成績。4名嘅選手分別係喺所屬嘅教練同埋指導之下，喺賽前係密集嚟到訓練，唔理係華麗或者係快捷嘅舞步，每一步都係紮實到位，瞄準咗獎牌就會更有機會。